大家都知道買樓投資，如果收到理想嘅租金，就會有好好嘅被動收入。所以投資買家一般都非常重視租金回報率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揾到一啲租金回報率高嘅單位呢？小編聽過有好多人都會買新盤收租，不過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，買新盤收租唔係一個好嘅選擇，因為發展商一來買新盤嘅時候，一般定價都會較高。同時可能同一個屋苑有好多其他業主都同時放租，喺供過於求嘅情況之下，好多時都會壓到租金回報好低。最近有啲新盤嘅租務成交，租金回報只係得1厘幾啊，仲少過擺錢去銀行做定期。咁點樣先可以揾到租金回報高嘅單位呢？好多投資者都會選擇租務需求高嘅舊區去揾一啲單棟樓單位。點解佢哋要揾呢啲單位呢？就係因為樓價低，租金好。首先講下樓價低啊，市區上一啲又舊又殘嘅單棟樓，全年可能只係得幾宗成交，所以係接近冇乜同類單位嘅參考之下，加上睇樓客又少，令到業主就係想賣樓，都唔係咁容易賣得出。咁呢個時候，醒目嘅投資者就會睇準一啲心態較弱嘅業主，睇樓嘅時候就會瘋狂鋤價，令佢哋可以低價買樓啦。除咗樓價低，咁咩區份嘅單棟樓會更加容易租到個好價錢呢？咁就要睇下呢區有啲咩租客啦。如果呢區多專業人士返工，咁租金自然會比較高啦。但如果附近冇乜租務需求，咁就真係要諗下啦。講咗咁耐，有啲咩好例子呢？其實好多投資者都鍾意買灣仔或者銅鑼灣一帶嘅單棟樓，因為呢區近中環，多專業人士返工。但係呢區嘅兩房單位仍然可以400萬至到500萬就買到，只要有返少少裝修，隨時可以2萬蚊租出去啊！租金回報好輕易就達到4至5厘。另一個比較正路嘅例子就係喺屯門或者沙田一帶買單棟樓收租，因為貪呢兩區多學生客，隨時一次過收足全年租金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覺得精彩嘅話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你之後就可以即時睇到我哋嘅短片啦。同埋，如果想知道投資者其他嘅買樓法則，就要撳入去右手邊嘅鏈接睇下啦。